我永远不能了解，也不能原谅他为了创造一个你，去伤害国家，抛弃我和玉玉。徐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？但是作为一个父亲，一个母亲，我完全理解他会不顾生命，抛弃一切保护孩子的心情。我原本以为夏旭和袁和晴写的 SOUL 代码是给你们系统输入了人的情感，但现在看来并不是。徐老师，您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的情感是人工植入的话，不管隋寒光对你做过什么事情，你都会非常敬爱他，竭尽全力去博得他的欢心，就像老的 AI 一样，对使用者尽忠。可是通过刚才的谈话，为什么觉得你对他有些不高兴和怨怼呢？那是因为时间到了。我还会过来再看你的，一定。不能肢体碰触，请您退开。接下来我们做钾与水反应实验，实验步骤和钠与水反应相同。各位同学注意一下，这个实验反应非常剧烈，各组派一个代表来讲台前领取金属钾。夏长安，哟，我还以为是多先进的科技造出来的 AI 呀，结果还是会死机的嘛。哎，长安，长安，你没事吧？长安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怎么了？他现在关闭了模拟脉搏系统，电量一定只剩10%了。赶紧带他去密码社，快点！长安，长安，长安，你醒了！我怎么了？你刚刚几乎要没电了，郑老师也通知爸爸妈妈了，说是阿姨在来的路上。地文也把你的书包带过来了。嗯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只记得我是从指尖开始没感觉的，接着实验的阿莫尼亚水突然不臭了，你们的脸也变得很模糊，声音也听不清。不行，我要去救002。你救他？你别忘了，是他害叔叔阿姨出的车祸，还有爸爸抛弃我和妈妈。随玉，我知道你恨002，但他跟我不一样。我还有你们，有我爸妈，但他就我一个兄弟。那你要怎么救他？他现在 AI 管理局里面，就算我们进去了，也没有办法救出来。我们先出去，之后再想办法。长安，既然你把他当兄弟，那我也把他当兄弟，走，一起救他。
器人。根本就不是人。什么夏长安？机器人根本不配有名字。我们社会不能忍受伤害人类的 AI 存在。你们让我走！长安，你不可以走。你不是说你要当人的吗？你要当人，你就必须留下来，你必须好好面对这些人类会遇到的麻烦事。你不能再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了。我们会陪在你这边的，绝对不会离开，相信我们。同学们，我是夏长安的朋友，高一班的隋玉。我也是夏长安的朋友，高一班的陈浩轩。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，都曾经是长安的朋友，和他朝夕相处过，嬉笑打闹过。难道你们对他的认识还敌不过电视上、网络上那些误导人的新闻吗？我很明白，大家都不懂 AI， 所以你们会害怕。但是你们想一想 ，AI 是人类创造出来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呀。更何况，他们还有阿西莫夫的限制，除非生命受到威胁，否则不会伤害我们人类的。而且我也想问在场的各位，有谁被长安伤害过啊？有谁？为什么你们会去相信电视上、电脑上那些误导人的新闻呢？当前 AI 管理局也发出过声明，强烈说出那些都是不实的指控啊！谁说那些是不实的指控？程杰，你说话不要颠三倒四的。程姐，你那天还没欺负够吗？我这儿就有夏长安伤害人类的证据。夏哥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敢了，不要打我，我真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喂 ，AI 就可以这样打人吗？大家都看了没有？夏长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伤害我，电视新闻上面报道的没有错，夏长安就是个会伤害人类的 AI 怪物。你说谎，程杰，长安从头到尾都没有动过手，那些声音都是你自己剪上去的。AI 居然会打人，太可怕了吧！同学们，那个视频都是恶意剪辑过的，他们有阿西莫夫的设定，不会伤害人类的。你当然会这样说。你跟他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就是一丘之貉，为虎作伥。把他们都围起来，别让他们跑。嘿，长安，你先走，走啊！你快去救玲玲啊！我快去啊！大家把他们绑起，不让他们人类。我要说，好，去，这边，往这边走。张明，给我追！002，儿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你留着这些想干什么？还想再复制一个我吗？不，再复制一个没有人爱、没有家庭的我吗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没人爱你呢？给我。你知道我的能力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没有拿不到的。还有，我不是你的儿子，你真正的儿子，在那个你从来不回去的家等你。玉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你爸爸过来看你。我没有爸爸，我也不需要爸爸。玉玉，你爸爸跟我说了很多事情，他想弥补你。我不需要。玉玉，爸爸，对不起你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。但爸爸是真的错了。爸爸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。玉儿，原谅爸爸，儿子。原谅爸爸。爸。好儿子。